因学标准啊，我好啦吼，安尼吼，4年多人有了，3年多人有了，吼，啊，所以因此，你们来实验，这个时阵大家在做拢是安精，甚至有博士、有硕士、有学士，有足个学问足深的，但是呢，咱来知影，学问深，我写来讲。学个学士唔代表硕士，硕士唔代表博士，博士唔代表博士，博士唔代表大师。咱上好，对这个事上好，大师吼，大师啥你知影吼？观唯一大师观音菩萨，咱逐个天咱怎样对人的天上，是不是白羊天使？安讲是烈阳的大师。所以今日来拢是是要承受的。今仔日咱毋是要来食，人讲要分头吃，因为学到这个年，学嘛是安尼想。咱才国语讲修的老菩萨，咱爱食愈精、愈精神，爱愈拍拼。因为安怎讲？搁互咱拍拼，有啥用？无法子你做家己来正正的，咱们大家给科学浪费书票，浪费生命，安尼吼。所以因此呢，这个时间生命，你搁甲找到转来有法度，无啊。所以咱无法子来有法子，真正啊无法这个能力，啊是搁较较济经验，哦，啊是搁较年轻的东西，咱。因为，所以呢，我不生的，因为过去主我才能够，我们啊，万过一年，回归转化空间，所以今日来讲，为什么咱每年就是咱台湾这个人才，拢迄个联盟书的历史那个幕后大树。明白红宝母亲，外国大师，这个外国大师，这个外国大师三者来开破，也就是只这处大师明白，唔是咱生死，甚至这个世界的人类，所以这个时阵呢，有需要呢，咱大家。用来去拍面的时阵，所以吼，咱来明白生死这个，所以要安怎如何看生死，所以来问来话法度，方向以人道为依，以人道为依，所以有因本之人，人吼。人就是人情人爱，咱今日讲的动手做人的敬佩，嘛是爱有人情人爱，毋是讲道理做好讲，也毋是讲我年龄做老，啊我讲话安尼是倒安尼来意，安尼人开我也真老，你安尼就真别我，道心心嘛就叫咱道心，哦，咱是喏，所以。为什咱来学来讲，讲尧舜天来以人人之，亦要舜天来以报人人之。哦，安尼啦吼，拢讲啊，尧舜带咱天来百姓用钱来教育，大家嘛顺从，啊顺从什么？心里福，口福，安尼啦。啊，业流呢，舜天来以报，业王甲帝王带领这个天啊是以目的，以要呢，甲你无听话，甲你谈朝天的走，啊，毋过百姓嘛顺从呢，无顺从，本来朝天的走，世人爱无明，但是呢，伊心有福，
啊心无好，对无？所以到尾啊，武王发兵，你讲，咱们嘛要对武王，上面对武王嘛吼，你来做监管，对咱的皇一定爱钱，一定爱钱，钱就是哪？做啊，像咱做父母还是做阿嬷，你囝咱囝咱什么事情？咱来当将道亲，当作咱的子孙来听。我相信我这个道亲，伊会感受着爱前辈者对咱的慈悲，对咱的爱。你甲讲责任，甲讲咩？对无？啊，你若无呢？就我讲，你讲人唔要使，你讲人唔要放，对，所以因此为人有智慧，为人行智慧，因为社会有缘有假，有本有神，叫做分别，分别。像咱有阿公、有老爸、有阿祖、有咱的囝、有咱的孙，叫分别。因为这个分别嘛，今生的咱来人，咱来人，咱讲生活的政府迄个，我会陪我，你讲，我来讲你生活的政府，那是嘛？你有陪我无？有啊，有。要若是我即个生囝的迄个人，生迄个啥囝，对无？伊就是咱的囝。你免讲，全世界啥个囝？无买毛什么动物，干啥个囝？就是你要甲饲，你要甲照顾伊，甲大只有诶，无咧讲啊，这老爸，还是这老母，无啦。哦，多干那人，所以人有咱生咱叫做父母，用生咱用咱叫父母，咱生的祖母叫做爹儿，所以这也所以为人做基以好，对不？做人的囝爱基以那个好的。啊，所以必先好为先，万恶以为先。必先一定要对好做事。你若无对好做事，你讲做偌好的先，迄拢假，迄拢假啊！好就咱的根本。所以今仔日讲在座有家啦吼，可能全部可能好有效的。也嘛啊有啦吼，会啊有啦，有诶，安尼容易。你啊，有个人个引导，安尼无？啊，你会到有个人个引导，真正必先有先。所以好是一款的定，好定，哦，对无？好若无定，物件买来拄咧，袂问题啊去。我物件甲你下伫啊，你开了家己食啊。对啊，你有定，哦，对无？所以为人父母之主，为人主之孝，对无？为人本，为人行之言之标啦吼，为人行之标，因平应高之事，这就是我。所以咱今日讲的东西，咱来知影。天的普度这个理就是这样，所以呢，不能我他拿过来讲，有一方面，我想一年是中国政府呀，是人是这样的，心和心心，反和己心，政府也。啊，修着心心，修那心，你的心，我的心，我咧想哪了，我唔知，你也无哪心讲，无对无，你嘛好看，但是迄个心和心心，
你的心有真正智慧无？你的心有道无？你的心有爱无？你的心有真正想要安怎做来度化因缘的众生无？这种是咱的心。这种来讲，万法以心生，万法以心灭。心生礼拜事情我唔会生，心灭礼拜事情我唔会灭。啊，所以这个心有静来一心无二心，什么心一心无二？有心一心无二。所以因此，咱来讲，这个心有智慧。尤其咱这年纪较侪菩萨，爱较认真，有班尽量出来参加，来啦吼，有班尽量出来参加。虽然咱袂当用哪法，但是咱会当呢，在这个过程中要操这个班会，这嘛是一种的佛事，要么是会当做互咱的花园看。花园看的这老菩萨，这是咱认真，这是咱奉持，这认真的来传承，把这个传承跟传但是吼，讲咱咱的本领在讲这个故事咱年轻心境较少。年轻人心就较少，所以呢，变成修道的比经考较侪，就咱明年这个20几个经考，理性这个20几个经考，这个两本书单就讲。想问着，要生传这个恶心不难，毋过呢，你到底有去做？若无我就坚持迄个就好啦。对面，我要在做这个，我坚持这个就好啦。我想起咱的道路没有方便，一定要分配人才，对某一个人的付出。关心一点互伊袂当达到目标来做。为什么咱要安尼？因为参考，咱真正是咱道路的人才。你若无是无心，无心，无心，无来无用，无心无来无用，无心，人才无心，真正是孙尊师傅事业无穷。嘛是真正咱对人的天使，嘛是真正老婆娘的好儿女，所以咱爱真正有诶有要有是当一个两个，要有4、5个，这种无够标准，无够标准，所以这嘛是人，因为咱大家是。关注人才嘛拢是来咧这个他，所以嘛是有分别是，较等于爱等着人爱讲，毋通等着人毋敢讲，学多来一大堆，等着人讲来讲我等着无机会啊，无机会。当着丢多变些个我，你要让你进心，所以嘛，所以咱他有心法，就是有情的，未来他是有情的，所以必须有情的。所以咱来讲，咱既然是咱会当心道，因为咱上天护护人的本来福性，所以天之命令，上天有这个命，
这个名是光明的不行，所以大家明定，所以有天命之性，有性，性是那性，不，啊，天就是丢，啊，丢就是用，天天用用体来用，所以有体有用，领会。啊，这样比我他像一像一个，南京的那个寺庙，南京的还是的哦，我理解哦，啊，我无要你要意无啊，啊，他是讲吼，他是讲，啊，你，我不要推我哟，推你不可，你老师。但是呢，为了推无路用，但是我发现，人讲啥，放开好简单，对不对？所以啊，你们真的是，我发现是没有，只有你们修到一定大的时间啊，修到修心，把你的情绪记好，大家记好不？好吼，啊好来鼓励者，好。各位当初当初当初所有那简单讲述美国这个公园中间本来是红标文书，红标文书有多么接近原来这个版会也是文书这样，到最后你这里这个修炼过程，讲很重要，精简一心一修，给他们这个应用练习，依然的精讲配合配合让出来，今天给我们给刚才各位谢谢。